大家好，歡迎收睇心係家國3.0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巡禮。希文燕浩啊，想問下你哋今個學年咧參加咗心係家國3.0嘅邊個活動呢？我哋參加咗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籌辦嘅同心匯演賀國慶呢個活動啊。呢個係一個咩活動嚟㗎？大會邀請咗8間學校嘅同學為觀眾帶嚟中樂、鼓操、中國舞等精彩嘅表演，俾大家感受到中華文化嘅魅力。咁有咁多精彩嘅節目咧，我相信觀眾同我一樣咧，都係非常之急不及待想欣賞下當日嘅精彩演出啦。不如我哋一齊睇下。今次匯演先由協和小學長沙灣嘅中樂團以一曲《慶豐收》揭開序幕。博大精深嘅中華文明係我哋中華民族獨特嘅精神標識，亦都係當代中國文藝嘅根基，更加係文藝創作嘅寶藏。今日嘅國慶匯演有嚟自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屬校嘅同學們，佢哋會通過中樂團、鼓操、中國舞、合唱等等呢啲形式嘅表演，去展示佢哋喺中華文化學習嘅成果。相信今日嘅表演一定能夠為我哋嘅同學帶嚟深刻難忘嘅體驗，對中華文化更加熱愛，更加有自信。透過唔同嘅表演，同學唔單止認識到中華文化嘅精髓，仲提升咗同學喺台上表演嘅自信心。匯演以一曲《東方之珠》作為結束，慶祝祖國75週年華誕嘅同時，亦祝願祖國同香港繁榮昌盛。我覺得好榮幸，一嚟可以喺咁多局長、老師、校長同埋嘉賓面前表演，二嚟亦都學識咗中國嘅5大國旅。其中我最感興趣嘅就係國情。舊年我喺學校嘅安排下，去到佛山同內地嘅學生進行交流，認識到當地嘅文化。到而家，我同佢哋都仲有保持聯絡。我同同學仔拖住手一齊表演，覺得好開心。我同同學一齊做表演嘅動作，我覺得又興奮同埋又快樂。然後希文啊，我想問下你哋咧，代表學校上台做司儀嘅時候係咪好緊張嘅咧？其實都有少少緊張嘅，不過興奮多過緊張啊！可以喺咁大型嘅活動裏面做司儀，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同經驗啊！我相信今次嘅匯演咧，對於有份參與嘅同學嚟講，都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想知同學們仲參與咗啲乜嘢精彩活動呢？就記住要留意心係家國3.0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巡禮。我哋下集見，拜拜。